啉这杯，酒君欢喜行袂过晓。再快一点点。吃这饼，啉这杯，心可欢喜永袂水干。反复记号，再回来前面。吃这饼，啉这杯，酒君欢喜永袂过晓。吃这饼，啉这杯，心可欢喜永袂吹干。好，这样是完整的一次，我们唱2次，好，所以很好记，都是2次。好，我们单音的再唱一下，因为第二句不好唱。酒君欢喜永袂，好，我们唱一下。单音的，好，预备，从头来。吃这饼，啉这杯，酒君欢喜永袂过晓。吃这饼，啉这杯。心可欢喜永袂吹干。好，所以等于是唱到第2次的最后一次，也是会稍微渐慢。好，太者当诗情渐慢下来的时候，因为诗情最清楚我们唱到第几次了，它一渐慢下来，我们就知道要休息了。好，就不要再加。好，有人这样会影响。好，这样是第几首了？第4首，总共有7首，我们会中要唱。好，第5首，新圣诗128，主耶稣我的主。第1次唱台语，第2次唱华语，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好，所以您这礼拜要就专心哦。128，好，秀文老师会在上面主持，但是他不会再提醒你，我们等一下唱几次哦。好，你就看着，就跟着唱。好，忘记了就跟着大家。好，128来。主耶稣，我的主，伊有对世个我打做我的主，万人着。好，安内。这个是第2节哈，有2节，我们只唱1节，对，我们只唱1节，它有4节，可是我们只唱1节，就是台语的第1节，然后华语的1节，好，那我们再唱华语的，好，中文的，好，在上面来。万民要跪拜，众口当告白，基督耶稣是主。好，因为这个是进到复活的刚开始，所以就说怎么复活好像唱到烂烂不像贵来，这首歌好像还不够振奋人心哦。但是因为为了为下一首铺陈哦，下一首就是因他活着。好，我们这首歌唱2次来。神差爱子，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一次宽恕。
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再一次，神才是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好，这首歌唱2次，前面的节奏要注意一下，不是一个字一拍。神才爱之，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好，是有半拍的，医治宽恕，死里复活。好，所以注意一下，所以我们这个的挑战就是你的眼睛要看好。你现在觉得位置有一点看不到的，赶快调整一下，去找后面的电视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谱都印给每一个会众。但你手会手忙脚乱。好，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一定要练好，因为是结束在这里。每一场礼拜结束在我们要被差遣，要带着福音，带着盼望，带着勇气，带着上帝的大使命，去向世界做见证。好，我们来练这一首，我们是主复活主的见证人。备3、4，来！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传扬。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要做见证。直到地极，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宝架上。好，我们如果可以，就是这个速度；如果不行，也不能不行，就是要跟得上这个速度。
但是因为我们练了很久，好，所以我们请那个乃琪，好，最后的2分钟帮我们会众练一下，好，单音就好，慢一点点。我们是主耶稣，预备4，来，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2、3，要打拍子。1，所看见、所听见的3、4、1。不能不传扬，2、3、4、1，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2、3、4、1，我们要做见证，直到地极。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2、3、4，被钉十字宝架上，我的救主。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3、4，休息。住进他双全作王，永活在我心。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靠主耶稣的生命，一同来传扬。被钉十字宝架上，这个太难了，我们再要唱一下。被钉十字宝架上，复活的救主。好，换你们预备3，来。被钉十字宝架上，复活的救主。再一次哦，3、4、1。被钉十字宝架上，复活的救主。好，接下去，他名是耶稣，可以配伴奏。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如今他掌权作王，永活在我心。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靠主耶稣的生命，一同来传扬。这首歌唱4次，但是我们前面2次完就是牧师的祝福差遣。好，你要对普天的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天顶地隆重的款已经给我，恁就去招万百姓做学生，甲因行洗礼，规日白囝圣圣的名，我就甲恁三甲弟弟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一结束，继续接着唱，然后圣歌队会留守，他们最后才走，因为他们走出去声音就没了。牧师长老带头，会有第1排、第2排、第3排就跟着走下去。要注意这个程序，不会再解释了。现在就解释完了。好，2次唱完，然后后面也不一定唱2句，一直唱唱到整个礼拜往下走。好，我们准备进到。咱先甲报告迄个头前我简单来报告就好咱继续续接就会专程来做礼拜。好，咱来看本会消息。咱的主会表甲事项表，咱家己看本会消息今仔日的创意礼拜咱感谢台湾新人院的音乐系教授陈秀文老师来做主礼愿主祝福。礼拜后咱有迄个笃行社区发彩蛋咱礼拜3 11點20伫1樓要集合第3點迄个主席学伫发完彩蛋了后，咱有要办有要做迄个教职员会请老师来参详夏令营的筹备会第4点，感谢迄个黄福利弟兄有奉献今仔日的2400粒袁君家姐妹有送一寡册互教会愿主祝福。第5點咱财务部的报告3月27咱圣餐奉献小会议决咱专属交中会
到社部咱为着乌克兰难民来做奉献吼。旧年度的奉献收据已经伫办公厅，未摕的人会当去做办公厅来摕。第六点，总务部的爱餐吼目前是暂停。第七点，后礼拜要颁发奖学金，有领奖学金的小朋友请来出席。第八点，咱4月30有迄个引法桌游带领人的课程吼，咱也有要报名的，甲今仔日截止。第9点，咱5月初7一天的时间，中国药学院药学系有伫遮办一个小神农笃行教会做咱的一个活动吼，咱会当鼓励囡仔来参加，要报名的欢迎到办公厅。第10点，咱5月21号拜六，有一年一度的东港灵修会，咱详细咱家己东港家己来看，报名完甲今仔日截止吼。11点，8月13甲19，迄校园之爱吼有办一个活动吼，一个服务学习营吼，伫做东部的所在吼，内容我都无必搁报吼，咱会当家己详细看。有兴趣的人，咱会当接洽办公厅来填写报名表。12点，顶礼拜就是即礼拜应该是算顶礼拜受难周吼，咱周间的聚会人数，咱伫遮甲耶稣当过受难周吼，体会耶稣伫即礼拜的心情吼，真好。伫今仔日咱会当搁做伙迎接耶稣的国啊。第6页，迄个团结消息，我想咱家己详细看就好吼。有一点爱强调的，就是迄个少年团结甲妇女团结本来是预定4月20要去水南教会，拢已经备办好吼。水南教会有敲电话来吼，讲吼疫情的关系，所以请咱后日再搁找时间啦吼。所以只好咱有做延吼，延到啥物时阵到时再搁联络吼。好，以上奉献的部分我伫遮报告做领收，若准有出入有问题请找我本人来做更正。先提醒咱的手机若准无甲关好的吼，咱甲关起来。要互礼拜较顺时，所以咱最后一首诗歌徛起来以外，所有的听词拢坐咧吼，安尼咱会当较顺时。咱来准备心。扫灰日是从复活节主日往前推40天，主日不算在内的星期三，从那一天到主复活刚好是40天，我们称它为大斋节期。这40天是纪念耶稣在旷野40昼夜面对试探的事迹。这期间，鼓励弟兄姐妹默想、禁食、祷告，更深刻体会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救赎的爱。主，恳求你，会众一起。主，求你察看我，试炼我，考验我的肺腑心肠。
主，求你赦免我。求主引导我们，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求你察看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体恤我，因为我孤独困苦，求你赦免。求你保护搭救我，我们借着使用古老的象征灰烬，来开始大斋节期。灰烬提醒我们人的脆弱和必死的命运，并进一步呼召我们进入谦卑悔罪之中。会众同声，全能的
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阻碍。伊无久久责备，也无永远抗受气。上帝带领阮，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阻碍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因为伊知咱的体质，少年咱是无份。轮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伊的兴旺亲像山里的花，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伊的原位无过认得。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来尊叹的人。我心保罗主。
会众。道成肉身，成为逾越节羔羊的耶稣，即将结束他在世的传道生涯，进入耶路撒冷。一方面宣示上帝的主权，一方面预备走上各个他的道路，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而死，完成上帝托付的救赎使命。当我们进入受难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路是通往哪里？是通往客西马尼园，通往十字架，最后通往空的坟墓。哎，今天真是太忙了，要大扫除，把家里的酵除掉，又要选定逾越节带宰杀的羔羊。好消息，好消息！大卫的子孙要进耶路撒冷来了！大卫的子孙要进耶路撒冷来啦！快点，快点，我们赶快迎接他！感谢神，我们何等的荣幸能够看到弥赛亚来临！快点，你们赶快准备棕树枝，还有你们的衣服，好让以色列的王光荣的进耶路撒冷。会众做阵营，会众呼撒那。荣耀，麦克风上。
同心祈祷。耶稣和平的人君，温柔谦逊，搁骑驴甲驴所生的驴仔。耶稣摇动和平的迄一位，你并联党偏差的宗教传统，等于阻挡上帝的道。耶稣激讲遐个家己看做义的迄一位，你将问题迄伫因头顶，无提供即时的答案，却只是因正路。耶稣，宴社的主人，你分享你上宝贵的真道甲活命，互阮，就算伫面对阮上丑陋的一面的时，耶稣，世界的救主，就算这世界的确会甲你相拄，却是毋愿接纳你。恳求主怜悯我。伫耶路撒冷城的街路，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懊恼的歌声，甲百姓的喊话三应声。因为今仔日就是遐个军队耶稣的百姓伫欢迎因的王，遐如显灵入城的大日子，总是稳藏伫上款街路的阴暗中，遐个妖异的。甲无情无义的宗教领袖伫组织，传播怨愤甲妖异的政治，也计谋要将这位谦卑的先生的影响力消灭。
一个村庄，那里有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待耶稣到她的家里。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马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心里忙乱，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不公平啦！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好累哦，请叫她快来帮帮我吧。”耶稣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操心烦恼，但是不可缺少的事只有一件，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没有人能从她的手中夺走。”主啊，为了要招待你，我前几天就要开始扫地、擦桌子、整理房间。我妈妈总是交代我们，有客人来就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煮最好的食物。所以我今天一整天做了好多煎饼要请你，快累死了。可是我妹妹只会坐在那里听你讲道，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这样子很不公平呢。马大，你没听到我刚刚跟你说的吗？你看这些家务，这些煎饼，还有这些这么多的整理，这么多做不完的家事，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在慌忙之中，你有把时间留给真正永恒的事情吗？来到位于叙家的雅各井，他疲倦地坐在水井的旁边。这个时候大约是在中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吗？”那个女人回答：“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赐，还有现在跟你要水喝的人是谁，你就会先求他，而他会将永生的活水赐给你，让你喝了永不再渴。可以请你给我那种水吗？回去叫你丈夫一起来吧。我没有丈夫哎。你说的对，你曾经有过5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拥有的男人并不是你的丈夫。我看你是一位先知，而且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会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我就是，而我正在跟你说话呢。我该怎么说呢？哈利正躺在床上，
等着我回去做晚餐，而我正站着跟另外一个人在交谈。另外一个男人呢，好像男人带给我的麻烦还不够，而且他还是个我们素不往来的犹太人。但是这个犹太人，我不知道如果哈利听到我在跟犹太人讲话，他会怎么说呢？总之，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跟一个这么了解我的男人讲过话。我的意思是说，男人通常不了解女人嘛，但是这个人却这么的了解我，了解到一个程度，可以谈我不能告诉哈利的事，甚至我可以告诉他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敢坦诚面对的事情，就像我生命中最深切的祷告，在当下就得到解答。耶稣正走着走着，群众从四周簇拥着他前进。人群中有一个女人，为严重的血漏症所苦，已经有12年了。她为了治病，简直倾家荡产，但病况反而变本加厉。他听说了关于耶稣的事，于是他试着接近耶稣。他告诉自己，我只要能够摸他的衣裳，就会好起来了。于是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而且他里面有一种感觉，直到困扰他的病症被治愈了。耶稣立刻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他转头对着群众问：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们答道：这么多人拥挤着您，您怎么这样问呢？但是耶稣一直回头要看是谁摸他的。那个女人知道自己已经被发觉了，就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跪在耶稣的脚前，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告诉耶稣。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病已得到医治。你们不了解那种状况，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一定也没有过那样的经历。多数的女人只为每个月1次的出血而烦恼，而我每天流血已经12年了。我曾经试试看，如果一直都躺着不要站起来，会不会有用？但还是没有改善，更不要提看医生了。我已经从一般医生看到专科医师，从血液的科学家看到什么妇科专家了。但是每次他们都问我一样的问题，像是
你这个毛病多久了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么造成的呢？你有没有家族病史啊？你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都没有照顾好自己？我好像成了医学的实验品，成了医生用来实验他的理论、试用他的新药的一个对象。而且我感觉到，对他们而言，我的病比我的人还要重要。但那位耶稣却能把我治愈，将我的人看得比我的病重要，而我所做的就只是伸手去摸他的衣裳而已。逾越节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到了拉撒路的家。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晚餐，马大帮忙招待，拉撒路也在耶稣的旁边一同坐席。玛利亚拿了半升非常珍贵的纯纳达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香气弥漫了整间屋子。这个时候，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拿去卖300个银币，来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他经管财物，而且盗用公款。耶稣对他说：“由他吧，这是他留下来为着我安葬之日所用的。你们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但你们不常有我。”唉，我才不管他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根本是浪费。但当然啦，这是他不切实际信心生活的天真态度。无论哪里有什么免费的东西，他都照单全收。譬如我们来到一座小镇，有外邦人邀请他到家里吃饭，于是他直接坐下来，然后对你说一堆废话。接受那些穷人所供给的。这真是备受招待、美好的一周啊！星期日那天，他受到盛大的欢迎，有旗帜、欢呼，还有各种献殷勤的行为。昨天，孩子们为他唱歌，他还乐得心花怒放。今晚，他受到盛宴款待，还有香膏抹脚的服务。而且，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星期四还有人预备另一款盛宴要款待。但这一切都对他充满了吸引力，即便将这奢侈浪费的行为指出来，他还是不假思索地说：“那是穷人的礼物，穷人的礼物。”唉，真令我作呕。如果那个笨女人把香膏给我，我会把它拿去卖钱。然后我可以给穷人食物吃，还可以用那笔钱买一个手镯给他。等到耶稣死后，
他还是可以一直拥有那只手镯啊。星期四晚上，我们纪念主耶稣和门徒在逾越节的节期一起分享最后晚餐，这可标记为整个教会历中最庄严、喜乐庆典的起点。我们进入奥古斯丁所谓的至圣三日庆典，纪念主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一天被称为 Maundy Thursday。Maundy 这个字来自拉丁文新诫命的意思，原来是洗脚仪式中所唱的诗歌的前面几个字：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就如我爱你们，我也要使你们也彼此相爱。咱应该学主替学生洗脚，慈悲、慈爱、谦卑的精神。所以蒙地这个词就互咱用做来称呼洗脚礼。耶稣甲伊的门徒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准备要庆祝犹太人的搬过节。当因自集食搬过节的宴席的时，耶稣对门徒讲，因要面对艰苦的日子。伊甲因讲，伊要受出卖，也真紧就会离开因。了后，伊摕起饼，掰开分互因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佮旁杯作写讲，这个杯是新的约，用我为着恁流出的血来设立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这饼，啉这杯，会众食这饼，食这饼，啉这杯。
吃这饼，啉这杯。我们同心认罪。愤恨贪婪的奴隶犹大，你在哪里？惊惶的奴隶彼得，你在哪里？怀疑的奴隶多马，你在哪里？受暴民统治的耶路撒冷众男女啊，你在哪里？自私自利的奴隶比拉多，你在哪里？基督受难和死亡的故事，暴露出人们自己的软弱和过犯。我们偏离了生命真正的中心是主上帝。我们一起到主面前，求他赦免我们。我们一起齐声。
咱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救赎的疼。我们到了那里。刚开始时，我们3个，那里非常潮湿，那里露水很重。你可以看到太阳正在升起。我们带了一些花，是我上个星期5摘的。我们还带了香膏。我们猜那里应该会有很重的异味。你知道尸体过一阵子应该会发臭。我很害怕。就只有我们而已。弟兄们都不肯来。他们也跟我一样害怕。我们快跑上路，差点没气。我们走过了坟场。我们想到堵住坟墓的大石头那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能滚开大块石头啊？唉，我们应该带一些弟兄前来。接着我们看见大块石头居然被滚开了。我第一个进去，我很害怕。我实在不想进去。里面什么也没有啊，那里只剩麻布，就放在我们安放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啊。然后我们听见一个声音，却不是他的声音。这声音说：“他已经复活了。”这声音说：“他不在那里。”这声音叫我们去告诉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回去。但是有谁会相信我们呢？人们会认为我们疯了。我们必须告诉其他的人。但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话。大家会笑我们不过是愚蠢的妇人。可是石头真的滚开了，而且尸体不在那啊！我们的确听到声音说，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我爱主。主耶稣。主耶稣，他是主。主耶稣。会众齐声哈利路亚！主。你以大能使基督死里复活，并赐我们活泼的盼望。又因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真复活了。神差爱子，人称耶稣基督。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
神差爱子。我们向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说：“主已经复活，哈利路亚！愿你平安。”咱两边的兄弟姊妹讲：“主已经复活，哈利路亚！愿你平安。”哈利路亚！搁或者是咱无法度完全了解的听的故事，搁或者是一个充满着侪侪对照的故事，是黑暗甲光明的故事，也是试炼甲得胜的故事。多声感谢上帝，互咱借着耶稣基督得胜到有春。咱做伙徛起来吟这条诗歌，我们是主复活的见证人。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传扬。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要做见证，直到地极。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保证我的救主。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如今他掌权作王，永活在我心。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靠主耶稣的生命，一同来传扬。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传扬。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要做见证，直到地极。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宝架上复活的救主。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
如今他掌权作王，永活在我心。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靠主耶稣的生命，一同来传扬。主耶稣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已经给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驾驶因手，就我要日日甲恁三角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